没事。没事了。啊，对吧？看手机呢，看一天，咱就看手机，成天看见手机。给俺发点单子，一个给8单，我就给到完了。跟你们没啥关系，他在你们那给你们亏一点。别管了，我家里俺买好了，咱回家就走。咱们看看6月后是怎样当娃的。要不是俺呀，我能叫我给你放心了。